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未来低空经济呢，一定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我们讲赋能千行百业。因为根据国家的实务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也更利于氢能一个发展和推广。香港是内地连接全球市場、對接國際規則的關鍵橋梁。香港嘅優勢就係我哋嘅國際化嘅大都會啦，咁所以我哋香港咧不嬲都係一個好好嘅示範平台。如果我哋個香港方案裏邊有國家嘅元素咧，亦都可以發揮我哋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優勢啦。大家好，歡迎收睇《講好15五》，我係容家耀。國家15五規劃綱要提出要發展壯大新興產業，仲要前瞻佈局未來產業。到底呢5年嘅產業發展會點樣改變大家嘅生活呢？今集我哋嘅記者走訪內地多個省市，帶我哋感受一下產業變革帶嚟嘅無限可能。科技不斷改變我哋嘅生活。隨住新科技普及，將來我哋隨手撳個掣，預約到嘅車會唔會係無人駕駛嘅車，甚至係無人駕駛嘅空中的士呢？我哋而家嚟到廣州呢度，呢一間科技企業嘅願景就係讓人類好似雀仔一樣飛翔。關鍵嘅一步就係呢款無人駕駛載人飛行器，佢會唔會係未來嘅空中的士呢8軸16個螺旋槳，呢一款無人駕駛可以載人嘅飛行器，航程大約30公里。舊年獲得國家民航局發出民用無人駕駛航空器嘅營運合格證，可以正式載人飛行，亦都意味住可以逐步邁向商業營運嘅模式。那我們每一個這個螺旋槳啊，包括我們的電機、電池，我們都做了這樣一個分布式的動力。也就是說，飛行的過程中呢，如果這隻螺旋槳出現了一些這個故障，它其實對下面的螺旋槳、相鄰的螺旋槳不會有任何的影響。77.65，符合要求。對，然後我們還有個身體健康狀況的一個評估，就是公司嘅概念係令每一個人都可以享受到安全、自動、環保嘅空中交通。飛行器利用無人駕駛技術，再配合指揮調度系統，減低人為失誤。以前我們想要這種科幻感呢，好像已經慢慢地走進我們的現實了。大家看我這個座艙內呢，只有我一個人啊，我也不會任何的這個駕駛技術，但是呢，現在我就可以輕鬆地去享受這樣自由自在的一個飛行。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螺旋槳已經開始慢慢轉動了，公司喺2014年成立，2016年佢哋研發出第一款無人駕駛載人飛行器，累積超過10年嘅研發經驗。時至今日，佢哋嘅技術除咗可以用喺載人觀光，亦都包括物流運輸、應急救援等等。其實呢，從我們的航空器的產品誕生的那天開始，從設計構型到我們的這樣的應用場景、未來的商業化，甚至整個安全管控全流程的這樣一個全顛覆，可以說是創造了一個新的這樣的一個行業。那麼過去呢，大家可能沒有想過，甚至也沒有相信過，未來有一天我們可以實現我們的城市空中出租車可以在整個的城市內自由穿行的這樣一個模式。由物流速遞到載人運輸，由航拍表演到應急搜救，低空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自2023年，低空經濟獲正式確立為國家嘅戰略性新興產業。2024年，全國兩會首次將低空經濟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各省市都展開戰略佈局。國家15五規劃提出要加快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發展。
要打造一批成長潛力大、技術含量高、滲透領域廣嘅新興支柱產業。这个背後呢，也體現了這個產業有無限大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潛力，它會迎來產業革命的一次變革，賦能千行百業，飛入千家萬戶，幫助大家的生活有更多的這樣的效率。包括低空經濟在內嘅6大新興支柱產業，相關產值喺2025年已經接近6萬億元人民幣，到咗2030年，仲有望擴大到10萬億元以上。現在機器人做呢，朝2個方向在發展，第一個是越來越像人，第二個是越來越不像人。科技發展推動產業革新，喺壯大新興支柱產業嘅同時，15規劃亦都前瞻佈局未來產業。國家嘅6大未來產業蘊藏咗幾大嘅機遇呢？我哋嚟到長三角地區，了解其中一項未來產業落地應用嘅情況。我身處嘅浙江省嘉興乍浦港區，又叫東方興港。2022年第一批氫能貨櫃車投入運作，而家呢度已經有100架呢啲49噸嘅貨櫃車，佔成個港口大約2/3。綠色氫能係以氫氣作為能量載體嘅潔淨能源，具有零碳排放、高效能嘅特性。貨櫃車加一次氫，大約15分鐘，可以續航450公里。國家“十五五”來講，對於氫能提高了很高的一個高度，對氫能它在未來一個能源角色中呢，發揮一個更大的一個作用。呢一間氫能企業喺2016年成立，係氫能全產業鏈核心裝備製造商。發展氫能要面對生產成本高昂、儲存同運輸困難等嘅問題。呢間公司致力研究液態氫運輸同儲存嘅技術，為長距離運輸提供關鍵裝備。呢個巨型嘅儲存罐長超過12米，能夠儲存2.5噸嘅液態氫，可以用喺交通運輸、航天、化工，甚至係高端晶片製造等嘅領域。運到香港嘅液態氫，亦都係靠佢經海路運送。氫能產業係具備減碳潛力嘅新能源，不過係咪可以克服種種困難走入市場？政策帶動係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因為根據國家的“十五五”規劃，對氫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個需求量之後呢，也能觸動產業一個升級。通過一個規模化來降低氫氣設備和氫氣製備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後呢，也更利於氫能的一個發展和推廣。綠色燃料也是“十五五”提出了一個新的一個方向，不光是用氫能本身，結合氫的衍生物，都可以在航運包括交通上實現一個大量的一個推廣。要推廣氫能技術，促進產業發展。呢一日，公司迎接一批嚟自國際同香港嘅氫能專家及企業代表。呢間氫能公司前年喺香港上市，喺佢哋眼中，香港有獨特嘅優勢。香港我覺得在這個國際化合作當中呢，是有巨大的一個支撐作用。作為一個我們叫國際一個橋頭堡一個定位吧。能把中國的企業和國外的企業深度的能關聯起來。由香港機電署率領嘅考察團走訪上海、江蘇同浙江嘅國家級重點氫能檢測基地同龍頭企業，了解國家氫能產業嘅最新發展。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咧，我哋希望發揮到內聯外通嘅優勢。好似我哋今次咁樣嚟到呢個港口，港口入邊咧係好多嘅氫能嘅應用嘅裝置啊設備。咁佢哋希望可以咧透過今次嘅訪問咧，可以將我哋嘅技術咧帶翻去佢哋嘅國家入邊。它呢整個駕駛呢就和那個電動車感覺差不多的。你會發現，第一呢，它加速性能很好，它補能的時間短，就是如果我們加油3到5分鐘的話，加氫也就3到5分鐘。這交流團呢，我覺得是提供了一個交流的平台，大家可以在將來項目合作
以及未来整个的具体的应用落地，进行那个更具体的这个交流。So it's an incredible experience and very validating to see how far China not only has come but has pushed this industry forward. For me, it was really amazing to see what's going on in China, to see the development, and especially today, to see a real case. 香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優勢，既可以助力內地同香港嘅優質氫能企業出海，亦都為國家引進國際企業同資金。為咗對接國家15+5規劃帶嚟嘅龐大機遇，特區政府制定香港5年規劃，諮詢文件提及要協助香港發展成為綠色低碳氫能技術嘅示範窗口。我們把香港譽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香港是內地連接全球市場、對接國際規則的關鍵橋樑，也是深化兩地氫能合作、參與氫能治理的重要力量。10間嚟自內地、香港同韓國嘅企業喺香港舉辦嘅國際氫能發展論壇簽署合作備忘錄，合作喺香港發展氫能業務，促進氫能供應鏈嘅區域整合。Hong Kong has a unique geographic position as super connector. Based on this Hong Kong hydrogen business, we'd like to expand our business model to mainland China and Asia-Pacific countries. Also, we'd like to contribute to Hong Kong airport and port decarboniz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國家氫能發展迅速，香港要發揮內聯外通嘅優勢，發展成綠色低碳氫能技術嘅示範窗口，為綠色能源轉型提供香港方案。優勢就係我哋嘅國際化嘅大都會啦，變咗我哋香港做嘅工作啊，我哋試用嘅產品啊，應用嘅科技咧，全世界都會好注視嘅。咁所以我哋香港咧，不嬲都係一個好好嘅示範平台。而用咗喺香港咧，就係一個香港嘅方案。如果我哋個香港方案裏邊有國家嘅元素咧，亦都可以發揮我哋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優勢啦。咁另外就係香港有金融中心嘅地位啦。有好嘅方案要有資金先得㗎。咁如果你個方案係夠綠色，能夠引到一啲綠色嘅國際資本去投資嘅話咧，就令到呢啲方案咧可以更加茁壯嘅成長咁樣嘅。要對接國家產業發展，香港仲可以擔當乜嘢角色呢？下一節，我哋嘅記者去到科學園，同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鍾確儀傾下㗎。轉頭再見。返到嚟講好15+5，國家15+5規劃綱要列明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同產業變革嘅歷史機遇。咁喺呢5年，國家產業發展又有啲乜嘢新賽道呢？國家15+5規劃文件第2篇係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當中特別提到10項新產業新賽道，包括集成電路、具身智能、生物製造、新型電池、商業航天、國產大飛機、低空裝備、綠色氫能、腦機接口，仲有高端醫療器械。新興產業發展要創新技術支持，由源頭技術供給、應用場景建構到生態體系培育，國家鋭意構築產業發展新優勢。香港可以點樣對接國家發展大局，分享發展紅利呢？ Hong Kong's rise as an international INT center. I'm glad to tell you that we are making notable progress. 2014年同2024年相比，
香港嘅研發總開支10年間增長超過1倍。2025年，香港有超過5200間初創企業，創歷史新高。推動香港創科發展，助力國家的高質量發展。香港正以北中南格局建設3大創科園區。基建係創科發展嘅基石，位處香港南面嘅數碼港聚焦數碼技術，北面就有上年開園嘅河套香港園區，同正在加速發展嘅新田科技城。中部就係香港嘅創科樞紐之一科學園。鍾國儀係科技園公司董事局新任主席。白石角嘅科學園過去20年咧，我諗嗰個成績咧都係有目共睹嘅。對於創造呢個創科嘅生態圈，都係奠定一個好堅實嘅基石嘅。咁我哋喺2023年咧，因為呢個大灣區大家可以咧優勢互補，我哋亦都喺深圳福田咧係成立咗深圳分園。咁所以我哋咧喺呢個創科或者係產業改革嗰個升級轉型咧，呢個步伐咧係一直係冇停下來嘅。國家15.5規劃明確指出，要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前瞻佈局未來產業。香港5年規劃嘅諮詢文件都有涵蓋呢個方向。建議嘅重點之一係加快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嘅建設，包括要優化創科園區、實驗設施、試驗平台同數據基建，支持研發成果由實驗室走向市場。進一步加強基礎科研投入，推動前沿科技、生命健康科技、先進製造等重點領域發展，深入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加快人工智能科研成果轉化同應用場景開發，引導企業投資同支持創科發展，強化政、產、學、研、投嘅協作體系。你覺得諮詢文件可以點樣去緊扣未來發展嘅重點呢？其實呢個諮詢文件5年規劃咧，可以咧係利用到國家佢哋個政策嗰個側重啦。咁亦都係會有呢個資源嗰個側重。咁只要咧，我哋呢個5年規劃咧，喺尊重香港呢個獨特體制、自由市場規則之下咧，我覺得更加咧係使我哋傳統嘅優勢咧，可以更加係有一個新嘅激活力啊！即係譬如我哋當然係有金融啊、法制啊、知識產權保護啊、自由港啊、貿易啊、國際嘅視野等等咧。可以聚焦到創新同產業，我哋5年規劃度俾到嗰個坐標，咁大家咧喺個資源分配上咧就可以更加係精準。咁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機會嚟嘅。喺新質生產力呢個發展方向之下，你認為香港邊啲嘅產業係最有條件去突圍嘅咧？呢個離不開我哋自己嘅優勢。咁第一咧就係人工智能啦、AI 啦。佢係將會改變成個產業根本嗰個模式。第二咧就係健康生命科技，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啦。我哋香港亦都係越嚟越多個老年人啦，國內亦都係。咁呢個亦都係咧，我哋自己大學嘅科研人才非常之出色。咁第三咧就係呢個綠色科技產業。其實綠色科技產業有少少似 AI 嘅，就係本身應該係做一個產業。另外佢要賦能其他傳統或者新興產業，都應該係有個綠色技術喺度。低空經濟係國家嘅新興支柱產業之一，被視為推動經濟增長嘅重要引擎。為咗推動低空經濟產業健康有序咁發展，特區政府喺2025年成立低空經濟監管沙盒，截至今年5月，民航處已經批出一共115項恆常實際運作應用場景嘅申請。有一啲無人機係飛去長洲醫院，而當中咧呢一個係運送一啲緊急嘅物資，譬如一啲血清啦，或者係一啲嘅醫藥嘅物料啦。我哋希望咧能夠咧係嚟緊向高難度挑戰，包括跨境物流嘅服務啦。
香港科技園公司都係低空經濟監管沙盒嘅合作場地夥伴。3、2、1，主席鍾國儀認為，要推動創新產業，除咗土地同資金，人才係首要元素。The young talents here, beginning your journey within the HKSTP ecosystem. 冇人才冇得傾，我哋一直希望係創造到呢個創科人才一個蓬勃嘅生態圈。咁喺呢一方面咧，當然啦，大學咧係扮演嘅角色亦都好重要啦。咁我好開心咧睇到我哋嘅大學咧喺國際排名咧係非常之高啦。我哋科技園咧係可以將呢啲人才咧帶領到去創科，帶領到去轉化，同埋咧喺產業落地。我哋有好多支持嘅計劃嘅，亦都有俾佢哋唔同嘅實驗室啦。我哋亦都有培育佢哋作為呢個獨角獸嘅扶持啦，一直咁樣去做到咧係即係呢個產業落地。由2014年到2024年，香港創科領域嘅從業員數量大增70%。作為香港創科樞紐之一，科學園都迎嚟新轉變。港鐵白石角站方案出爐，目標係2033年或之前通車，可以加強科學園同北部都會區嘅聯繫，促進海內外人才、科研同創新資源匯聚。你期望到咗15規劃完結嘅時候，香港喺創科呢方面會交出一張點樣嘅成績表呢？既廣且深，既遠亦近。廣係咩呢？就係我希望喺我哋個人才庫嗰個廣度一定係要強。其實我哋而家咧已經有17000個係科研人員喺科學園，佔香港嘅總科研人員咧都唔細嘅。但係呢個唔夠嘅，我哋更加係要從世界各地，我哋本土嘅年青人做多啲創科。呢個人才嘅廣度咧係非常之關鍵。深咧就係跟住國家5年嘅規劃啦，就係點樣將呢個創科同埋呢個產業咧係更加深度融合，一定要落地，係有嗰個社會裨益，使到咧係大家咧都覺得係享受到創科個紅利啦。咁呢個係深。咁跟住咧就係既遠且近啦。遠係咩咧？就係發揮我哋嘅國際優勢，無論係海外內，即係都覺得香港係一個國際嘅創科中心。最後咧就係近啦，將呢個未來咧係可以拉近，將呢個創科同埋我哋產業同埋我哋嘅經濟一直咧係融合同埋向上嘅。今集先講到呢度，下星期3繼續同大家講好15.5，再會。